在雪中悍刀行的故事中，洪喜相一朝明悟，便立刻下江南寻找徐之虎，更是一剑震得那龙虎山众天师闭门不出。但之后的洪喜相却带着那位红衣徐之虎游历了江湖。那么这两人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话接上回，在洪喜相带着徐之虎离开江南之后，并未一直骑仙鹤飞行，而是找了一个很不起眼的马车，带着徐之虎一路游山玩水。这个景色也让不少人津津乐道。驾车的马夫看起来是个朴素的道士，神色非常的温和。有一个穿着红衣、披着狐裘的女人靠在了这个道士的身后，不断的听他讲述所到之地的种种。这一次两人前往的是京城，一路上见到了不少形形色色的人。好香啊！徐之虎轻轻嗅了嗅自己的鼻子，对着洪喜相低声说道。而洪喜相回头也看到了一个酒楼，便立刻停下了马车，将徐之虎搀扶进入了酒楼之中。两人随随便便的点了一些的吃食，对于饭菜的味道，徐之虎并没有太多的讲究。整个过程中，洪喜相都是在安静的看着徐之虎，并且满足他所想要的一切。一路的远行中，徐之虎想去哪儿，洪喜相就带着他走到哪儿。比如前往了旧西楚之中，带着他观看了天下最为壮观的竹海；前往了旧西楚中，带他看了当年西垒壁的遗址。然后两人一路往南而行，前往了一座尼姑庵，求了一签。虽然是下签，不过徐之虎依旧能够笑颜面对。之后就是前往了西方的那座高山，最后就是来到了这天下中心的京城。而天子脚下的这些人也最能嚼舌根儿。仅仅一个酒楼之中，洪喜相就听到了关于自己的许多传闻。不过在别人眼中和在徐之虎的眼中，洪喜相还是有截然不同的两面。听闻武当山那位真人是当之无愧的陆地神仙，我等俗人何德何能知晓他的想法呀？此时一位宾客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一言论引起了其他宾客的附和声。不过在这些人之外，徐之虎拖着腮看着洪喜相，眼神带着一些妩媚的味道，这直接让洪喜相的脸红了起来。不多时，两人就听到在街道外面出现了一阵轰动，这是皇城中的精锐羽林军出动了。不过这倒是跟洪喜相和徐之虎并没有什么关系，两人也只是看看热闹。然后徐之虎便打算回到武当山之中，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怎么想去武当山了？洪喜相微微点了点头。再不去，我怕身子撑不住了。徐之虎微微笑了笑，说道：“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在死之前能够回到两人熟悉的地方。骑鹤出城，还是继续乘坐马车？”洪喜相依旧十分温柔地问道。一切都是以徐之虎的话为准，而徐之虎也想了想，便选择了继续乘坐马车。就这样，两人便一同走出了酒楼之中。在洪喜相出现在大街上的时候，刚刚出现了异动的那些羽林军和炼气士们不约而同地给这一男一女让路，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让路！洪喜相将徐之虎抱上马车之后，便对那满城的铁甲视而不见，直接驾驶着马车开始冲撞那些铁甲门卫。大胆洪喜相，敢在京城不守规矩！此时一个武将对洪喜相的态度感到了一些不满，直接掏出了一杆银枪，打算将洪喜相拦下。双方对战几乎是一触即发的状态。走吧。本来洪喜相的心中已经微微有了些怒气，打算出手将这些人解决掉。不过徐之虎却柔声地阻止了他，这才让洪喜相的脸色顿时缓和了下来。微微点了点头后，紧紧握住了徐之虎的手。虽然洪喜相并未在此时出手，但就那一瞬间，整个街道上面几乎所有的马匹直接就跪了下去，上面的人也被摔得七荤八素。也就是在这一日中，洪喜相和徐之虎出城，再也无人敢拦。同样是在这一日中，天下也都知道了，有一个喜欢穿着红衣服的女子，名字叫做徐之虎。经过了几日的路程之后，洪喜相和徐之虎二人就回到了武当山。因为武当山老祖归来，陈瑶、宋之命和于兴瑞这三位辈分最高的老道士纷纷回山。看着站在山巅上的洪喜相和徐之虎二人，也都百感交织。因为在昨天洪喜相回到了武当山后，同这三人说了一件让他们匪夷所思的事情，那就是洪喜相打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回徐之虎的性命。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直击这三位老道的内心。但即便他们有着万般不舍，却也不能够去阻扰老祖想做的事情。骑牛的，可能我没办法陪你一同变老了。
徐之虎靠在洪喜相的肩膀上，缓缓地说道：“他还并不知道洪喜相将要做什么，但也感觉到了哀伤。在洪喜相14岁的时候，两人相遇。不过江南重逢后，徐之虎就已经知道自己活不久了。而在登上那黄鹤之时，徐之虎的一生便没有了遗憾。尤其是如今有他陪着游遍大江南北，只不过他并不知道洪喜相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在《雪中悍刀行》的故事中，虽然讲述的是江湖的事情，但是里面的爱情却也让书迷动容，比如李淳刚和绿袍儿，还有就是洪喜相和徐之虎了。你打算再等我吗？徐之虎看着身旁安静的洪喜相，一瞬间就红了眼睛。洪喜相伸手揉了揉徐之虎的脸颊，将他脸上的泪水擦去。如果我说让你等我300年，你愿意等吗？你都等了我700年了，换我等你300年，当然可以。徐之虎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道：“好。”洪喜相轻轻地抱住了徐之虎，两人安静地相依在了一起。等待了一会儿后，洪喜相再度轻声问道：“真不去看一看大将军和世子殿下了？”为了让徐之虎安心，这时其实看看家人们才是最好的。但徐之虎只是笑着摇了摇头：“不了，怕他们伤心。”得到这个答复之后，洪喜相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瞬间，他身旁的驴足古剑便腾空而出，直达9天之云。贫道500年前散人吕洞玄，50年前龙虎山齐玄真，如今武当洪喜相已经修了700年的功德。今日贫道在此立誓，愿为天地正道再修300年，只求天地开一线，让徐之虎飞升。洪喜相的声音如同苍古洪钟一样，瞬间就响彻了天地之间。在这个声音落下之后，武当山的天空之上便缓缓呈现出了七彩祥云，紧接着一束金黄色的光照射在了徐之虎的身上。在光芒落下后，武当山的黄鹤便一同飞舞了起来，围绕着那束光芒不断的盘旋鸣叫。其中一只黄鹤则是缓缓落在了徐之虎的身旁。去吧。洪喜相微微一笑，轻轻挥了挥手，徐之虎的身体便在光芒中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落在了那只黄鹤的身上。在徐之虎坐上黄鹤后，黄鹤便长鸣了一声，向着9天开启的那一扇天门缓缓飞去。此时徐之虎虽然眼中带着众多不舍，却只能答应洪喜相等待他300年。他等了红衣700年，此时红衣等他300年，合计1000年的修行，只求再续前缘。也许这才是属于江湖修士的爱情。在徐之虎飞升后，洪喜相便盘膝而坐，那柄驴足古剑此时也开始缓缓下坠，直指洪喜相的头颅，自行冰解。洪喜相选择的这条路让陈瑶等人纷纷老泪纵横。在驴足古剑触碰到洪喜相头顶的那一刻，有一道红光在此时出生，瞬间照耀了整个武当山。300年的时间对于其他人来讲已经很久了，但是对于将要跨越1000年才能重逢的两人，也就只有一瞬间而已。只是这两人的下一次相见，这个江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徐之虎飞升之后已经成为了仙人，那么300年之后，洪喜相再度明悟，该如何从天门之中将徐之虎接回呢？也许这些事情只有到300年之后才能够知道。那么在徐凤年的江湖中，他正经历着什么事情呢？我们下期再聊。